哋嘅導演歐卓文先生出嚟同大家做一個影後分享嘅，有請導演。係，你請個導演講兩句先。好啊，多謝大家。咁無家咧，其實嗰個前身咧係一部叫《無合》嘅戲，咁係我拍嘅，亦都係取材自無手救援嘅啲經歷啦。咁拍完之後咧，咁大家嘅反應咧都話幾好部戲。咁我問大家好在邊咧咁樣，咁啲人話咪最後嗰3分鐘啦。咁如果有睇就知道，最後嗰3分鐘咧係唔使拍嘅。係啦，因為我係問翻無手攞片去剪輯出嚟有啲流浪狗嘅情況咁樣。咁而我自己雖然打咗個突，但係咧都心諗咧話，確係真係對觀眾嚟講係最入心、最震撼，就係真實咁樣。咁所以咧係促使咗咧有呢個無家嘅出現，即係我希望咧係用紀錄片嘅形式記錄無手嘅一啲日常咁樣。開頭咧就係定大約咧，如果係迎合到無家呢個主題咧，係應該係半年拍晒㗎啦。而 budget 都係限於半年嘅啫。咁所以一定要半年拍晒。咁但係結果咧係即係我哋救咗好多隻流浪動物，但係真係揾到屋企嘅咧都係未有半年。咁就要去加時啦。咁就結果係半年，再半年，再半年係4年。我哋用咗4年嘅時間，係拍咗40幾隻嘅流浪動物。咁結果咧係得4隻成功入屋。咁我諗大家都睇到啦，即係呢個係非常之艱難嘅，原來喺呢個過程入面。而我發覺嗰個艱難之處咧，就係同無手本身去拯救動物嗰個嘅精神嗰個原則咧係息息相關嘅。因為無手咧係救一啲頭先大家睇到咧最低層次嘅流浪動物。咁樣點樣最低層次咧？就係其實嗰啲係冇人理，可能係看緊倉，但係佢病咗就冇錢去睇醫生，或者個廠主都唔願意去醫佢，因為佢係唐狗，係一啲可能係生咗一竇之後養到成廠都係嘅，不值一文嘅。佢哋覺得就唔似大家養嘅一啲嘅屋企嘅名種狗咁樣，一個層次之分就係咁樣。咁而有好多係，亦都係喺啲地盤度完咗個地盤咧，就完咗地盤啊嘛，起樓啦嘛，咁就放佢出去自己流浪咁樣。係好多呢啲嘅唐狗喺無手拯救翻嚟。咁所以佢哋拯救得翻嚟嘅時候咧，其實已經好嚴重嘅情況，先至俾人即係求助咁樣。有啲甩皮甩骨啦，甩手甩腳啦，跟住大家見到頭先有隻嘅。叫做平安佢就直情冇咗半邊嘅頭殼咁樣添啊！呢啲係咁嚴重嘅問題。咁大家可以諗到啦，無手係用咗好多錢、好多人力物力去拯救，但係救咗翻嚟之後，咁其實係呢堆嘅唐狗咧係好難出領養嘅。咁所以咧就係點解我拍咗40隻咧先得嗰4隻？咁當然有啲係拍唔到啦，都有領養但係拍唔到啦。咁所以係正確嚟講咧，可能真係講緊10隻以內，40隻10隻以內。咁係呢個情況咧，拍完之後咧 Ken 哥睇完之後咧，佢同我講話，大家睇完希望大家去知道我哋出領養之難。除咗話睇呢4隻之外，仲要關懷嗰36隻。如果大家睇到個片咧，其實最尾咧我都係有用翻嗰個即係上一次我無合嗰個嘅元素，即係剪一啲好真實嘅片段，好短嘅，好濃縮嘅。咁就係希望大家喚醒翻大家，即係其實仲有好多係喺個狗場嗰度出到領養，嗰啲希望大家都去幫下手嚇。咁而最主要拍無家另外一個嘅概念咧，就係希望喺源頭做起，即係好似頭先阿 Ken 哥講話，佢爆咗水渠，佢下面係咁執咧，其實係真係無窮無盡嘅，走咗去沙漠一樣嘅咋啊！咁但係如果大家可以源頭做起，個源頭就係包括大家嘅理念啦，大家對動物嘅態度啦、教育啦等等去做起之後咧，就成個社會嘅氣氛咧，尊重流浪動物、尊重生命咧，咁就自不然咧會少好多啲流浪動物嘅出現㗎啦。以我去觀察咧，其實流浪動物係得2大類嘅啫。一就係流浪開嗰啲，即係其實嗰啲係原居民嚟嘅，流浪開嗰啲。咁但係佢就一路生，一胎可能係講緊就5、6隻咁樣一路生繁衍，越嚟越大嘅家族咁樣。咁呢個去處理呢個流浪動物嘅問題咧，就
相對容易啲，就係用 TNR。TNR 咧就係捕捉、絕育、放回啊，只要絕育佢就跟住佢就生唔到就跟住就越嚟越可以減少呢個流動。而我覺得最嚴重嘅一個問題咧，亦都係需要源頭做起嘅一個問題咧，就係棄養啦。呢個棄養咧，我哋拍嘅時候咧就係沙士，唔係沙士，係冇咁遠，係 Covid 係啦，Covid 嘅時候，咁我哋都聽到好多人咧，因為 Covid 咧係驚隻動物傳染咧而棄養嘅。咁但係嗰啲係基本上冇醫學同埋科學證明，因為好似話嗰啲基因唔同嘅，即係狗狗唔會因為係會中 Covid 嘅咁樣。咁但係都啲人係聽咗啲謠言之後棄養啦。咁但係最好笑嘅係咩咧？Covid 完咗之後咧，我最近聽翻嚟一啲棄養嘅一啲嘅原因咧，居然話係因為 Covid 嘅時候咧就封城，咁我冇得去旅行，養隻狗先啦咁佢嗰個心態咁養隻狗先啦陪。但係而家 Covid開翻啦，而家去旅行啦，隻狗要阻住咗喎。咁我成家人點樣去旅行咧？有隻狗攞出去又貴，即係住酒店咁樣，咁就棄養啦。即係有呢啲咁無賴嘅一啲嘅諗法咁樣。咁所以係即係我自己都覺得係呢啲係真係個源頭出現咗問題啊！源頭出現咗問題啊！即係令到大家對呢個嘅動物嘅保護嘅信息咧，其實係真係好薄弱咁樣。咁希望就係最後即係一句關於動保嘅好感動到我嘅説話咧，就係阿甘地講嘅，甘地先生講，佢話即係一個地方嘅文明咧，其實係取決於大家點樣對待動物。咁希望大家由源頭做起，令到香港更加重視生命。多謝大家。